有冇諗過你今年廿幾30歲，冇病冇痛，每日就行得走得，但係突然之間有一日你走去參加大腸癌篩查計劃，心諗純粹買個保險啫，點知個報告一出嚟，你條腸入邊竟然生咗粒大腸瘤，即係大腸癌嘅前身喎，咪以為我寫緊恐怖片嘅劇本先得㗎？根據醫療數據，大腸癌一直係穩居喺全港致命癌症嘅第2位，而近年嚟20至44歲嘅年輕患者升幅非常誇張，最令人頭皮發麻嘅係喺一班表面完全冇病徵嘅市民入邊，竟然每10個就有1個人中招啦！我哋年輕一代成日覺得癌症係老年人嘅專利，平時餐餐大魚大肉、外賣汽水、炸雞菜就一條都唔食，成日覺得自己身體冇咩變化，仲係好健康。但係直到有一日排便嘅習慣突然改變，無端端肚痛，甚至係暴瘦，先至發現原來個身體一早就同你發出咗最後通牒啦。腸道健康真係唔可以再賭啊！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生活習慣都係咁重口味，與其等個問題爆發，不如主動揾醫生了解下大腸篩查啦，好好保護你條腸，唔好等份驗身報告變成你個遺書先得㗎。